湾爱之光公益协会为着目睭无看的朋友来开咖啡师的培训班，教因安怎靠着科技的帮助，冲出着一杯好啉的咖啡。调整咖啡豆仔机器会播出重量。台湾爱之光公益协会透过这科技来培训10种咖啡师。我们在称重的部分的仪器称子是透过语音，就是蓝牙连线到手机再去报读。虽然过程真辛苦，培训学员常常水烫着伤，或者是甲咖啡车倒，不过也是无法度阻挡因对咖啡师的梦想和热情。我们在放滤杯的时候要架到滤壶上面，那我们这个动作呢，我们如果没有架好，很有可能咖啡就会倒下来。学员训练3个月了后，若通过正式测验，就会当留伫协会或者是去外口食头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